起来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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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大家播声。哎，这条道路通台湾，通台湾，台湾。阿文甲阿定收到一本册，爱因继续前往架山。这是当年汤姆森甲玛雅各侵入内山冒险的行程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会行向倒位呢？答案可能就伫迄本册内底。搁倒来架山啊啦！一段路行遐远，啊，要来遮找这个游泳课老师。是啊，这本册，坦白讲，我根本就无看过。我嘛头前遐看。啊，毋过你看遮，讲遮大，要怎找啊？一开始线索就敢若这本册啊，讲要找这本册的作者，想讲敢若一个名，哪有可能找到？应该歹找哦。请问，咱遮敢有一位叫做游泳学的老师？应该唔在地。大哥唔是在地，我看你最近在地。本来是讲大家应该拢唔知影这本册嘛，因为我家己根本就无看过。啊，结果大家拢知影呢。有熟悉无？游泳学无？嘿。有啊，有呀，你对中间去哩吼？啥？无啦，你这个啊，遮去哩，遮去就去哩吼。那大家比无共所在啊。你若讲菜市啊比游先生绝对大。菜市啊边游先生，结果想袂到讲去到街仔路顶问问，10个内底8个拢知影伫对。安尼，这个游泳老师伫架山这角应该是不离爱有名。知影的拢讲是迄个方向无？头前遐安尼。佮讲是伫市仔边嘛？啊，有一间叫做什么埔门书局。嘿啦，埔门册店，我感觉较算拍锁匙。谢谢招牌。敢有成？等一下，阿文你看，共一个啊。啊是啦，就这共一本本册啊，册，可以当签名作咧。者伫内底。咱叫直接叫来你来看看，营业中拄啊好，行。哦，你好，还是甲你交了啊？这敢是就是咱的作家哈？敢是？敢是游泳课老师本人？我就是游泳学。做对。安尼，请问这位是？这是我的工作的伙伴哈，叫郑天德，阿德帅哥。阿德帅哥，阿德帅哥你好，你们两个好。你好，老师，我就好闲的呢，你哪会想要写这本册啊？因为我是在地人，所以有在地使命感。哦1872年4月哈，马哥引领汤姆森哈，入来到咱南台湾，啊，甲入来到内山地区。伊留游记报道3份，相片咱这目前找到的吼59张，啊，这相片甲游记吼，对咱台湾伊行过的这线路的历史文化吼，对咱台湾的平埔族群的记载是唯一一份足完整的记录吼，所以这资料咱一定爱甲伊整理起来。我感觉游泳老师介无简单的是，伊认为这是伊家己的工课，因为伊就是架山遮的人，伊感觉爱把这文化保存落来，所以开18天的时间，找到遮的好朋友，甲伊做伙来记录这汤姆森因行过的路线，实在是足使人感动的。脚踏实地啦吼，一步一脚印，因为你讲阮的母18年啊，18年过来。2019到这嘛是继续咧关心，继续咧研究深化。这2年搁做地震调查，厘清上落回声来到这笨拙的情形，所以我这本册已经完成了，叫在樟树绿洲间游牧。希望讲这本册出来会当做汤姆森那个国际文化路径的每一个部落，因的迄个踏脚石。哦，就是讲安尼，我是安尼做安尼做，恁嘛会使安尼做安尼做，甚至搁做了比这更较好安尼。互每一个部落文化拢有一个深定跨度拢有安尼。所以讲，这条路线会当讲是咱台湾头一届伫国际面头前呈现的一个路线。这个足重要，因为这本册出版了2019 10月出版了吼。这个前后国际人士像英国、法国、日本吼，
拢有专教学者入来。哦啊，上重要就是讲2年前一个硕士生叫古雅诗吼，因咧教授讲咱汤姆森的台湾档案研究已经有成果，就是讲这本吼。就是这本哦已经做起来伊讲，。所以建议伊硕士的论文吼，研究汤姆森伫台湾这档案，已经完成啊。今年伊搁倒转来，就是要创啥？惊伊无行到所在，搁要继续搁行，阮嘛带安尼行来行去，啊，倒嘛带去买仙谷吼。啊，所以变讲希望讲搁较精彩、实地的资料也当整理出来吼。啊，希望讲这个资料若英文版出现，咱台湾的搁有一回广告的机会，哦，伫国际上，互世界搁知影讲啊，咱台湾这个资料吼。所以讲现代甲伊170年哦，遐个资料古今对照，你啊伊也带拜仙谷，我也带去迄个老龙吼啊，今年搁带去迄个目沙边，目沙啦、锁定吼，行过的所在啊。目沙锁定拢有。安尼咱就和尤老师咱家休困，我带恁来熟悉，阮教授对，阿德老师，呃，刘老师安心来。再见。哎，咱会当写批转去啊。哎呀，寄明信片啊，这当家当会当行。对，边仔就是邮局每天邮哦。差都会来收，这是真的油桶，油烫，真假油烫。过水的啦。老师，你讲要带咱来熟悉教生，安尼今日是要来看倒位？啊，基本是来教生家都有住宅所，都有派出所。哦，嘿，啊派出所遮本来种4张章，伫遮哦，遮看到遮种4张章，哦，啊有1张死去啊，啊即摆剩3张，这应该拢百外档啊吧？这树干就粗呢。拢100外档，因种的孙吼拢做伙种哦。你看这张，这长那大。这张嘛100几年这样啊，嘿啊种的孙买大张。阿德老师伊带咱去看迄派出所头前迄3张百外岁迄章啊，啊本来讲较早是种4张咧，哦，我感觉要保存这落来嘛，无介简单，啊有够粗咧，我感觉阮3个人安尼做伙抱，靠哈都家己抱起来，哦，一定要好好啊保存落去。哦，你知道日本时代甲仙它是一个长老重症，嗯，所以对姜介重要，所以讲因迄当阵算会选种姜，就讲姜乐樟脑油它是火药的稳定器。那时候日本人一直在震全世界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以前黑色火药它就不稳定，很多在制作的时候它容易发生爆炸。对，啊，加了樟脑之后，稳定它，我们让它爆它才爆。老师是讲这个姜乐是用姜的对一个部分来去提炼的啊。刨到那刨片，刨一片一片之后，放进大的蒸笼，然后用吹哦，用吹，把它的吹薄啊一块蒸馏油，对，给它吹，给它变成蒸汽，水蒸气上来之后，经过冷却，就跑出来，把樟脑油再抽出来，就油水分离。还可以用人工去人工迄混的。当阵拢人工。就顶贵的咧，一丝丝啊尔吧，迄油。阮外公就是老丁，哦，老丁，他说，所以伊若这粒山有一个都了，两个都了，规家伙啊都会进驻。哦，大家拢要去做就对啊。大家几乎是家族的事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讲治脑的时候，脑的特性就是说，咱即马兄滚了，伊开始滚啊，开始在出热油啊。嘿，但你袂当会叫练去，一直在弄会去，会不会出去啊？会练你就不会出去了。它的习性就很奇怪。啊，你若个不要跟我兄盐搁好滚，嘛是袂袂出去啊，袂啊。它的一旦坏的袂个出来。一旦坏的啦，所以讲要女老丁，就是女老丁，就是说够会啊，够会。啊，坐伫遐，啊，伊直弄会安尼入去。啊，男老丁查甫的，查甫有当时啊，我出去食薰一个，可能袂记你啊，去开讲一个。开讲袂记转来啊。查甫较无会。对。查甫较顶真。啊，老师，咱敢会当看迄工具啊，迄种刨片的。无问题，我即马就带你来看，行，对啊行。哦，行。应该即马阮无法度试用吧？等下。这较歹讲。伫驾驶吼，足无简单，客观讲，无足吸引人的所在啦，只是讲加食有冰咧。啊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是毋是甲我细汉的回忆，搁找回来？所以讲我会收一寡硬体的东西。对。是等下。老师，你的宝贝嘛伤济啊吧？我的生活物件拢总和驾驶有关的，而
而且阮干妈店佫已经100年，根本是来到即马已经100几年。啊，所以讲，迄我拢细汉的回忆，我会记要去读册，啊，就是会甲这阮厝的迄落长干啊，骂一骂，妈妈我要读册啊，就骂一骂落咧，才读册。所以我去学校拢会做阿哥。通常就安尼。哇，这是啥物啊？这遮大多片。机的旧板，我第一看，第看。你家己去看卖，看偌重。我真正，哦，哦，阮爸爸搁迄当阵搁是工头，即炒菜工头，所以伊收集足侪久啊。啊，伊过身了，我2005我嘛毋知影，留起来我嘛毋捌啦。会去问一寡长辈，他们讲啊，这是啥物件？吼，无简单，这叫5起菇啊，这叫啥物菇啊？这叫啥物菇啊？伊的作用是啥物货？哦，原来迄当阵无电动工具，拢总用手工安尼，有法度安尼上山下海安尼，吼，足无简单。迄若是仓库，迄间是博物馆嘛。我印象上深的，就是迄落内底一个厨啊，全部拢放迄种足古早的薰，迄看起来就有年代感的，较像伫咧电影内底开始出现的画面安尼。啊，即摆你要体验，先互恁一个脑顶牌。哦，这个工作证。哦，爱有白就对啦。你爱有牌，才会当摸到这饭啊。真正安尼，我的名。有你的名吼，对，你即摆会当摸到饭啊。对，这两拢日本时代的。哦，两个，哦，落啊时阵。上早真正就是这个。嘿。啊，这个在煮的时阵吼，伊的皮翘起来，容易吐到家己的手。吐到手会受伤哦。啊，所以较早在用的时阵，再爱搁一个皮啊，假皮啊，哦，惊伊穿掉咧。保护咱的手。啊，所以尾啊搁改良较贵。嘿，对。嘛是有这款较袂去喷到家己。哦。对。安尼是用啥物窟势来处这落？姜吼，基本上是爱着伫死的。啊，所以咱咧煮的时阵，爱甲放个倒。哦，用个倒就对啦。就安尼一片一片，啊，所以可以关注愈底伊出油的机会愈济。哦，像迄个切洋葱共款。你讲甲安尼去洗真好哦，我就炸的看卖啊。我做无一定。尾啊，含阿德老师要来体验这个用饭啊、煮酱啊的这个过程呢，甲我讲这共款困难。迄讲甲喙齿会拍干，啊，我用手咧抠的时阵，抠甲迄手嘛会皮皮喘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有呢，你用起来就水的。像压低头咧骨头迄种感觉。对。哎，虽然阿德老师已经分这要互咱做架杠的脑丁啊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我真正无法度啊，因为迄饭啊，要熬迄钱碗的时阵，有一个缺势，啊，写出来开始安尼薄片，啊，较有法度练这精油。